捕梦网，骗予人台语拢安怎讲呢？捕梦网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第我自细汉到大汉无看过《捕梦网》，但是我有看卖，我有看卖。好来，梦棒棒波棒棒，波棒棒，袂歹哦，我刚刚袂棒听呢，棒嘿啊，波棒棒啊。波棒棒，不要紧，你要试看卖无？好试看卖？嘿，较对好来，老师是波棒我棒唔。知。好，会使算一因为这个物件吼，唔是咱台湾原来话啦，伊讲伊伫片哦，毋捌看过，伫台湾嘛无啦，这应该是对西洋传入来的物件啦。是，啊，咱即摆是华语界翻做这个捕梦网。嘿，啊，咱台湾人怎讲，其实无人知啦。哦，啊，你若照字念，就是伊拄则讲，伊个发音真正确啦吼，捕梦网，捕梦网，哦，就是波棒棒其。实咱台语若较，实际上就讲要甲掠起来，咱无咧讲捕，咱讲合啦。合哦，是讲咱用网啊去把物件合起来，所以来讲合网网还是讲合网湖，伊其实咧敢若成湖啊啦。嗯，哦，你讲对啦合网湖，啊听起来会较成功，咱用台语的讲